心有周刊报消息讲，台北市市长郭文哲安排新北做台北旭山公司的总经理，本来总经理被降级，叫去扫便所。另外，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昨日咧广播电台节目讲到，就算国民党敢若摕到50席，也阁有亲民党甲台湾民众党才会犯拿换贴党做伙，讲安尼无算数。甲台湾民众党算落去犯拿，会联名郭文哲下早嘛有上新的回应。没有特别好，没有说特别不好，就大概就平平的。郭台铭这样子两边压倒，会不会变成两边落空？他这边没有压的啊。高虹安呢？不是啊，他亲民党那边现在是刘幼彤排第44跟9，刘幼彤第4，然后蔡倩宇是第9。之后会不会变双杀？哇，如果因为两个小党如果是分散票的话，如果我们第3名也被杀掉，那我们就是完蛋了嘛。那你觉得是因为你的关系，所以他们才把就是两个郭家军排到比较后面的顺序？唉，不晓得啊，所以有时候，所以每次说哈，有时候江湖传言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最后也不是1、3名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老郭反而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有没有？上你怎么看吴敦义昨天把民众党列入泛蓝联盟？没有啦，我差点就脱口而出，这个家伙。不是啊，这个就是太会算计了。我一看就知道啊，他在为他那个立法院院长在布局了，就这样，一看就知道了。但他也说，如果败选的话，不能独责张三李四。他就是要当立法院院长在布局的，赶快看，赶快拉民众党的票，一看就知道了。像到吴音宁也说你不蓝不绿，我本来就不蓝不绿啊，不然。他说要你讲清楚，你是没有，我跟你讲哦，我这是讲嘛，我每次讲说我每次在演讲都讲一个说，病人送到台大医院急诊处，我们也没有问他说，你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的，对不对？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台北的执政，你知道，我们既然我们就说，我不是说蓝绿不重要，我坦白讲，我说对蓝绿这样把整个台湾全部这样包裹，你知道，我觉得很讨厌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其他事要做的哦。科学的、数据的、这种务实对话，这种英文叫 governance，G-O-V-E-R-N-C， 就是国家治理。国家治理很烂，他每天都在搞那些，我说有时候看得很烦。市长，你有看到何景荣的政见吗？他写什么？他写打败蒋万安。只有一条。然后，而且还画他的图，然后画一只鸡这样。打败蒋万安。你觉得这个政见怎么样？哇，这个博君一笑还不错嘛。可是你觉得这样他身为就是立法参选人这样子，你觉得这样合适？这个，我老实讲哦，这个。你觉得吴敦义这样喊话有办法成功，就是争取到民众党的选民支持吗？我跟你讲哦，有时候哦。就是想太多，老实讲，我每次说国民党真的赢机也变输机的，就是说，先搭个韩国瑜出来，再搭个郭台铭出来，其实他自己想做那不行又要想去立法院，我看下去，反正是这样的一样，这个大家再忍耐一下，50几天就这一届就结束了。像畜产公司的民众党不分区名单是平均年龄只有41岁，是不是为了这个年轻族群来进行大饼来抢票？没有，后来发现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当时要入党我们全部都用网络入党我们没有那种什么纸张后来发现，我们很少有45岁以上的人因为一开始那个将近7000名的党员几乎大概90几%都在45岁以下，所以当你那个 base 很明显偏向年轻的时候，从那里面挑出来就会很明显偏向年轻了。所以不分区的登记是不是有卡关因为现在好像登记的立委的区域立委人数还没那么多。昨天4个了，今天应该还有9个，反正大概就这几天在登记嘛。市长，畜产公司前总经理杨家人少爷是不是有被叫去扫厕所？这件事情你怎么看？我倒觉得也不是说总经理就不能扫厕所，我们有时候也在帮忙扫不过是这样的，那个细节我不知道，等他们调查以后再讲。所以会把姚让义在问一下。没有啦，我讲这种东西，你知道这种扫厕所是哪里需要问到市长？这个就是他们公司里面怎样改革处理的。因为现在传出他好像有点在恶整他的感觉。不会了，这个很歪讲这个我们会跟他讲，有吗？反正。降级减薪。降级减薪，没啦，这个按照职务给薪水，这也正常不是这样的，细节有叫他们去查看怎么一回事。是查无不法也不起诉，那这样是不是对他好像来说有点不公平？
后就看就等这样嘛，有争议有抱怨啊就处理嘛，就这样。好来，那你谢谢之后会再做进一步厕所？有啊，我当学生都小，我发现我每次都骂教育局说，不可以让现在我们台北市那个学校厕所叫学生扫的好像不多呢，全部都是外包找那个清洁公司在洗。我说奇怪，这实在是不好的。我不太赞成那种国民教育，坦白讲。就是再进一步的调查是指哪个部分？我不晓得，反正有争议有什么我就调查看看吧。好来。